Next 第三個 posture 咧就叫做 sitting half moon pose。咁呢個 posture 咧就會幫你 stretch 你個脊骨。咁呢個咧就坐翻好你個 easy pose。我哋已經示範咗啦，左手擺喺地下，你可以用手指，你又可以用手板，冇乜所謂。右手伸直，伸直先，跟住慢慢向左。你會開始 feel 到右邊有少少 stretching 嘅感覺，盡量唔好俾你個 body collapse， 盡量向上伸直，跟住慢慢向左邊。如果你想要個 deeper stretch， 手踭落地 change， 跟住做右邊。你而家 stretch 緊嘅係你左邊嘅脊骨，上返嚟。